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让我们能够在星期天的早晨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们欢迎大家可以一同起立，然后来敬拜。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让我们一同来唱诗歌，一同来领受神与我们的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向他祷告说，我们要时时的跟随他，因为他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在他向他唱，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着能力。我爱他，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战至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至战至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
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是的，神，我们愿意在我们这一生中完全的跟随你，完全跟随你的脚步，愿将我们的一生完全的奉献在你面前，也求你使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器皿。我们接下来继续的歌颂，继续的来敬拜你。主，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们将我们一生，我们将我们所有都完全献上，
在神的面前来向他大声的说：神，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一生献上，主求你使用我们，主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敬拜，成为你福音传递的器皿。我们再一次，再更大声的向他歌唱。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得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感谢神，大家请坐。让我们一同来攻读神的话语。你们注意听，我来读。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第10节，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接下来，我们请蔡长老来帮我们证道。今天的题目是真相大白。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大早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这是何等的福气！现在帮助我们清洁我们的心，那么心无过爱的，很纯洁，用信念跟诚实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求你的圣灵带我们整场的礼拜，让我们所有的敬拜都为了荣耀主，让主你接纳我们所有的祭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先弟兄姐妹平安。一大早请旁边的弟兄姐妹们平安。Shalom， 真的是我们用我们的心来跟各位做平安的一个。上个礼拜我们用幸福小组的题目来讲，什么叫做真正的幸福？我们一直来研究什么是真幸福。什么真幸福？我今天有戴眼镜的哈，所以我大概可以看到各位。在真幸福里面，我们一直在讲说，我们如果一个初信者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来，我希望我们得到那个幸福。那个幸福是不是真的幸福呢？我们每个都在探讨什么是真幸福呢？我们得到一个结论。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们必叫你们得到安息。这安息这两个字才非常的重要。那不是说安息主怀的安息而已，更重要是你在世的时候得到永生的时候，心灵上的那种安息。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苦难，主耶稣胜过苦难，因为他们得到这个安息。这个安息是一个 rest， 是一个休息。那个休息是什么？不是睡觉的休息而已，最重要是心灵上的一个安息。心灵上的安息，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吗？你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吗？我相信各位跟我的答案都一样，这个世界现在并不美好。这个不美好的时候，你会讲说，我们当时上帝造一个伊甸园，亚当跟夏娃，上帝把它置在伊甸园。你会说，你怎么知道上帝有创造伊甸园？我怎么都看不到伊甸园？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本身就是纷纷扰扰啊。可是如果你看到所有世界各国里面的神话里面，或者说以前的故事里面，都跟我们讲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我们中国的故事里面就是皇帝蛮荒大战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然后还有女娲补天，像挪亚一样。
其实全世界各国的神话里面，你会发觉到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本来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让人类把它糟蹋了。突然之间，不晓得怎么搞的，人类把这个美好的地方放弃了。这叫圣经来告诉我们的，我们都已经被赶出了伊甸园。伊甸园在哪里？因为神所赐的地方现在已经不见了。以后会不会再出现？会再出现，只是现在已经不见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变成什么？灾难的起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我们慢慢看到，我们这整个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的，知道这个世界里面给我们带多的纷扰。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吗？我们看到什么？乌克兰还在战争呢，3天可以打下来的一个大国打一个小国，就像隔壁住一个流氓，这个流氓想说2-3拳我就把你打倒了，没想到一打可以打这么的久。我们看到的整个的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世界里面，俄乌战争还在战争，再来要进入冬天了呢。冬天的战争实在是惨不忍睹，可俄乌还在战争。突然一颗飞弹就打下来，你旁边的朋友、亲戚可能就因为这样离死亡。我们有看到什么 ？COVID-19 还在猖獗啊！现在我们现在已经不太统计了哈，因为好像确诊很平常。现在我们要到月薪的时候，突然说这个月薪我们要延后，为什么？不是这个确诊，就是那个确诊。所以确诊哈已经不是一个很稀罕的名称，甚至各国已经把我们的 COVID-19 降为流感化。本来我们说第1级。很多国家都降为第2级了，慢慢的，可能我们到年底要全部做开放了，也就是我们不能再锁国了，就开放，反正就是全部人跟人。如果你到国外去，你会发觉到说，今天我们看到那个欧巴跟欧妈还带一个那个去到老这里哈，3个人去，你会发觉到他们几乎不戴口罩了。在国外，你去美国。戴口罩，人家反而用歧视眼光看着你，怪怪的。在台湾，你不戴口罩，人家还是有点怕你。但是戴口罩有好处，可以吃蒜头啊，所以就不必怕，可以跟人家好好的讲话。但可是，在台湾戴口罩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可是，在国外的慢慢已经都开放了。日本就开放的太快，结果疫情又起。可日本发现到这个疫情里面跟流感化慢慢一样，好像在流感化一样，慢慢的。整个的 COVID-19 慢慢可能到年底之前，我们会全部都解放，然后开始国与国之间开始有交流。交流之中，就像流感一样，你可能会传染到流感，可能慢慢这种看护很快。因为据我们的统计，医院收容的病患，本来医院要抽出3成专门做 COVID-19 的整个的确诊的病房，现在已经没有取消了，慢慢在取消。为什么？没办法收容，没有收容那么多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得到确诊。搞3天就好了，刚开始有点发烧，有点咳嗽，喉咙有点痛，但是好了。但是不否认早期的人都喉咙都有问题。就像我2个半月之前得到 COVID-19， 可到现在我的整个的那个都还是有问题，整个喉咙都还是有问题。更可怕的是，裴洛西来台湾访问之后，突然我们被推狗皮药膏。结果狗皮药膏贴了6块，其实应该是7块。哇！台湾陷入大家全世界都说台湾非常的紧张。可是我们都没有去读过厦门大学，所以我们从小到现在已经狼来了太多次，所以我们不是厦大的。所以不管如何，我们在台湾里面，我们的生活一如往昔。全世界各国在紧张看着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抢美食的，去漫画展的人还是一大堆，为什么？我们心理上已经心里有准备。那么这也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心理上有准备，你心里会得到平安。纵然外面是风雨那么大，可是你心里还是会得到平安。那中共说他演习生常态要对台湾怎么样，对台湾怎么样？可是台湾我们的生活不但照常，各国的参议员、民意代表还是照常来。最近这个礼拜发生一个我们觉得比较难过的事情，是埃城的坠楼事件。也许你说他自杀，因为他是精神不济这样倒下去，但不管怎么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在超偶里面得到第1名。对一个人来讲，他的挫折很大，因为在马来西亚里面是一个人称为才子，所以他到台湾来参加超偶，得到第1名。可是因为长相不到话，还是什么？我觉得偶像就是有偶像的那种气息的感觉。他一直当不了偶像，可是他就有自然生。他跟顽童的分分合合，他的爱情里面，2个长跑了10年，2个在一起的2年，结婚在一起，夫妻结婚在一起，有没有不吵架的？没有。有没有说感情不顺的？当然有。因为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观念来，2个人这样纷纷扰扰的，尤其在他在坠楼的前几天，精神状况并不是很好。可他有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让我蛮感动的。他们2个夫妻经常到养老院去，到幼儿园去做什么？唱歌，他们在唱歌啊。他们唱歌的顽童都陪着他，拿个麦克风在那边弹吉他，在那边唱歌，然后给他们分，给这些老人家们安慰，给他们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他是一个明星，可他愿意到养老院去，他们义务的自己买礼物去送给他们。他的信仰是虔诚的，所以报纸都刊载他是一个非常虔诚信仰的基督徒。我们所看到他的，大概在几年前，报纸跟他写中邪，他自己脸书里面也在说中邪，这是本来是魔鬼所统治的，心理上很不平安，因为他投资的那个海南鸡块，本来生意很好，遇到 COVID-19， 这2年来，几乎所有的餐厅都出问题，他的餐厅也出了问题，赔了500多万，会不会难过？当然会呀、这个世界上毕竟还是用钱去衡量某一种事业跟成功啊！你都赚不到钱，那什么都不用讲。然后有钱虽然不能，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他心里上一直很苦闷，有时候中邪，幸好靠着会友的祷告，那心里开始平静下来，得到安息。可是 COVID-19 一波接着一波来，这个事业出问题，那个事业出问题，而且他们教会又发生了一个事情，牧师把会友的钱拐走了。这个在先生的教会有发生了很多的例子，台南2间非常先生的教会也都发生这种例子。所以我突然慢慢感觉到说，我们做礼拜要不要得救？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将信仰扎根在我们的心里，而不是崇拜那个牧师，崇拜那个教主。我们所有一切的荣耀是荣耀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不要将人把耶稣基督化。就像那个全能神教会已经将全能神教那个教主当作耶稣再来的肉身成道一样，道成肉身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知道，我们要来敬拜耶稣。所以我们下个月开始要加强小组，为什么？让信仰生根，让我们都得救。不是说我们每个来做礼拜都得救，而让我们真真正正的得救。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一般的宗教，钱在我们敛财，让牧师很有钱，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是最不应该的。我们从罗马天主教那些主教们，那些比较红衣主教，那些枢机主教等等，都非常的有权势。其实对圣经的教导是不对的。你看要注重马门，你要注重钱，还是注重主耶稣基督？你要注重主耶稣基督啊，不是注重钱，不是赚钱不好，但是把你的心思都放在钱财上面是不好的。赚钱是好的，但是赚钱是为主所用的赚钱，主会加倍的祝福。我们所看到的，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基督徒？那么基督徒是于天的家庭，很会唱歌，从小就看他唱榕树下他的生命歌剧，他长大真的很会唱歌。他家庭本来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和乐。他的女儿那么就得到癌症，得到癌症之后，他的妈妈就带他的儿子全家女儿去受洗，但是受洗讲得很白的，就是为了我的女儿癌症能够治好，所以我们去受洗。后面接受他受洗，因为想主耶稣基督会感化他。癌症有没有得到好？化学治疗70几次，很痛苦化学治疗其实是最近病况已经很危急。他的爸爸有一天
跟他的弟弟余弟两个人看全家受洗之后这么喜乐，在化疗之中也这么喜乐，他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也来受洗。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在这个痛苦之中，他的爸爸哭啊，看到了女儿跟他讲说：“不要跟我治疗了，不要跟我治疗。”他爸爸一直哭说：“我怎么舍得呢？”可是他们没有一句的埋怨，因为他们知道说，神有他的起，有他的时，万物他有神所命定的。但是他们心中充满着平安。所以说我看到他们说，还好他们有受洗，还好他们有信耶稣，否则对他们来讲，他们一定是找了一大堆人去祭改找一大堆人去怎么样做法事，让他的女儿得到这个病情减轻，吃了很多不应该吃的药。他的女儿现在搞不好已经不在了，但是有没有得到痛苦？有啊，主耶稣有讲啊，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只是依靠主耶稣，你会得到刚才所讲的 rest， 得到安息。我们从出生到长大，我们看我们的青年，我们从小孩子，每个小孩子一颦一笑，就像我家那两只小猴子，每天晚上他们一定会录一段话来。我是某某某，大家晚安，我是叶嘉禾。大家晚安，我是叶若爱。他们听到，就是我们就反复要听了好几次，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搬离开了，他们一定会录音给我们。阿公阿嬷晚安，你就听到觉得就声音怎么会这么好听？那么我太太就会说，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小孩子声音好听，不晓得别的小孩子的爸爸妈妈怎么样。每个人声音都很好听你看你自己的小孩子从生到长大，你真的把他呵护长大。可是我们看到等长大以后，忧伤节考里面把他妈妈背到山上里面去给他死掉。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吗？你看那个星儿这么的可爱，1岁到20岁都在父母的呵护中长大，然后出社会之后，各位注意看他的脚里面，为什么？那脚里面就有个字库，这个社会生存不容易我们那个时代，我觉得是找工作很简单，这个时代找工作很困难工作会让你觉得好累，我要找一个省事的工作这么的困难。就像每一个开始20岁之后，手脚都绑一个整个的那个脚链，挣扎着维持这个家庭。然后有小孩之后维持这个家庭，整个爸爸一直辛苦了一辈子，一直在辛苦。小孩子好快乐，跟他小孩子唱歌好快乐，跟他小孩子跳舞好快乐，现在讲一句都好快乐。可是你是辛苦的这段时间你是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小时候很快乐，可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烦恼变成很多我们有这么多的烦恼，我不相信在座的各位没有烦恼。你们虽然有的年纪还很轻，可是还是有这么多的烦恼。想象到我们不像欧美的国家，现在有一个影片出来，姚长要播一个影片，说那外国人的那个德国人的退休生活，美国人的退休生活，什么芬兰的退休生活，哪个地方的退休生活，这些老人多快乐，他们只要一成年就把子女赶走，留自己钱，退休的时候就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环游世界等等等等的。可其实我们退休以后，就像我应该可以退休了，还没有退休，为什么？我们退休其实都还在烦恼小孩子的事情你们没有体会到有一天等你们老了以后你们就会体会到，小孩的事情永远烦恼不了，一有烦恼儿子，一有烦恼女儿，一有烦恼你的孙子，一有烦恼你的内孙，一有烦恼你的外孙，这辈子都在烦恼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生活越现代化，我们越富裕，可是我们却越痛苦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玩具诸葛四郎，大家借着看，哇不得了！诸葛四郎有一把剑，非常的厉害。我们就把那个椰子树的树干砍下来，然后去把它削出一把剑，两个就对打，我们就可以为了那把剑对打了整个月，都是很快乐的生活。可是现在，你买了再多的玩具给小孩，他会感受吗？他会感谢吗？也不见得他很容易就玩腻了。我们现在以前看的音乐是黑白的影片，连声音都没有，还有一个人配音告诉你这个影片在演什么。哇，为了听那个影片都好认真的去看电影。那在庙堂里面、庙会里面，
说要换电影，就一大早就拿着椅子去那边坐着，或者唱歌仔戏去那边坐着。尤其那个冰点，冰点大概你们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影片，大概知道冰点会点头的人，大概年纪都一大把了。为了看冰点都黑白电视而且家里都没有电视要去消防局看我妈妈时间快8点开始冰点出名隔壁的邻居就想说进来哦，蔡太太开始开演了哦，哇，大家就拿着一个小板凳，哇，就赶快跑去那个消防局，一排坐了好多人，前面有一台黑白电视小小的，大家看冰点，一边看一边掉眼泪，一边擦眼泪，从8点到9点就看到一堆人掉眼泪，然后之后还没有结束哦，等电视结束之后就开始讨论那个冰点里面的情节哦，讲了这有阿信他多可怜，就一节一节的，那回来就讲给我们听，我们小孩子懵懵不懂，可是我们就是这小时候觉得生活都好快乐哦，可是现在啦。我们大型的歌舞剧，昨天国父纪念馆听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型歌舞剧，那也寄票来给我。其实我一直觉得说，礼拜六、礼拜天他们怎么这么多的活动？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要到教会，他们都是一项好活动。就像我们建坛有一个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他们举办活动的话，一定会给我们贵宾券。他说好可惜啊，那个券都很难买到。可是对我们来讲，我连看过一次都没有。我们两个住建坛住这么久北流艺术中心就在士林夜市旁边，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两个还没有走进去过。北流艺术中心，你们不是圆球好大？我一直在想说，那圆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要去看，当然很容易啊，他们一定会接待我进去看。可是我就是走不进去，一直找不到时间进去看。小时候多快乐啊！那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的苦难呢？你有没有遇到苦难会啊？你怎么去解决？第一个靠自己，你说苦难靠自己能够解决吗？解决不了有时候是假装的解决，有时候的解决只是眼前的困难把它解决掉，后面还是一大堆的后遗症。我们台湾最喜欢解决是什么？求神拜佛后逢庙必拜。我就住在湾里，就在那家庭的旁边，是台南那个比较偏远的地区。那个地方很好玩哦，那天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可那个地方人家说只要走3步就看这一间神坛，没有工作就是设神坛，设神坛是最好赚钱，否则就是庙。哇，那庙非常的多，尤其台南是古都，一大堆的庙，求神拜佛反正逢庙必拜，有拜有保庇，反正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拜多了总比拜少的好。那么我们学有苦难的方法。你看，只要大甲妈祖出巡，你说当不虔诚吗？我们教会要做礼拜都还要请3请4邀，还要打电话，你这个礼拜要来做礼拜他们做礼拜都不必人讲，还要抢名额因为在 COVID-19 有名额限制，还要去抢名额，还要抽签抢名额，然后走了好几天、好几夜，餐风露宿，表述他的虔诚。我们什么时候教会我们来走一次？说我们去台北市绕一圈，我们来做布道。我看大概走到最后剩下2-3个人吧。他们是用他们的虔诚，希望能够感化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都看到是什么？烧完船，做了好漂亮的一艘船，然后把它送走，就把那个整个的运气，把整个的霉运就送走。那真的有用吗？我在台东的时候最喜欢看什么？炸邯郸。就一个人40多倍在上面，给人用炮射，那射完以后这边就一个孔一个孔一个孔。下来我问他说会不会痛？这不痛，荣耀这个是为神做事情多荣耀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做礼拜，连做这都觉得好痛苦，他们就为了在那边受炮炸，觉得很高兴。最重要的庙里面的收入非常的多为什么？可以点灯尤其新年一到就点光明灯，那光明灯里面还有很多啦。其实光明灯还要抢位置，还有钱，特别做这个钱特别做。所以以后我看我们教会，你看教会前面都没有人做，以后教会我们来分，坐在第一排的这个奉献要1万块，
坐100万，坐在第2排的要50万，坐在第3排的要10万，坐在第4排的这个祝福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开玩笑，如果要守圣餐的时候，牧师应该是祝祷说：“这我祝祷3次，所以这一杯你守圣餐的这一杯你要奉献的比较贵，这一杯是牧师祝祷2次，所以这个比较便宜。”基督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对待。佛家经常讲一句话，叫做众生平等，那就是口号。众生不平等啊！有钱人可以拜比较好的位置啊，有钱人可以超度啊，有钱人可以选比较好的风水啊。那我们基督教到平安园里面呢，有选风水吗？没有，他直接你站那里就站那里，每个人一样都是这么一个板子。那下面就是埋葬的地方，有没有风水比较好跟不好？基督教人不讲风水，为什么？在上帝面前，我们的肉体死掉之后，在天上我们都得到安息耶。所以，我们每个人主权要交给谁呢？你要交给你自己，交给那些你看不到的求神拜佛要花钱去做的，还是你要交给我们都知道的上帝？爱因斯坦是犹太人，可是爱因斯坦是无神论者。爱因斯坦是有名的无神论者，他是世界上最顶尖，几乎是公认第1名的科学家，发明原子弹。可是爱因斯坦是无神论者哦，他到死的时候，他有做一本书，我们称为神信，他写了一封信，不是做一本，写了一封信。这一封信里面，人家一直问他说他无神论者，叫他提出说，因为无神论者一直以爱因斯坦做标榜，可是爱因斯坦快死亡之前，那些无神论者希望爱因斯坦写出说我是无神论者这句话，爱因斯坦笑一笑，他写了一句话，他说是要证明上帝存在是困难的。后面一句话更重要，真的证明上帝不存在更困难。所以无神论者以后就开始不讲话了，不把爱因斯坦再提出来了，因为爱因斯坦在死前表白，要证明上帝不存在是更困难，就告诉你们说上帝是存在的。那么为什么要受苦呢？为什么上帝造我们不让我们快快乐乐的从出生以后就含着金汤匙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享受有享受，每天一出生以后就开始环游世界，每天坐在游轮上快快乐乐去玩呢？因为人类有罪。也许你讲说上帝不公平，为什么叫上帝不公平？为什么上帝叫我们有罪？那在埃甸乐园有一个善恶树跟一个生命树上帝心眼很小，说因为除了善恶树，你的智慧会跟上帝一样，所以上帝说不能吃，要吃你有生命的果子。现在重点在告诉我们什么？心态的问题啦。上帝也希望我们有智慧但是那个智慧是什么？建立在上帝的身上。所以生命树告诉我们，是你选择生命树，就是选择跟上帝在一起，你在这就会得到智慧嘛。可能你选择智慧，就是选择不跟上帝在一起，你纵然有智慧，也得不到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就神就开始隔绝掉了。为什么？我们选择的是不是跟上帝在一起选择我们自己的聪明啊？我们都以为自己很聪明，尤其各位有经历职场、经历学业，你们以为你自己很聪明，自己很行，你会发觉到说，你这一辈子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所以每一个以后我们会用这个做题目来跟各位分享，因为这个题目太大了。有个公司有个影片叫做《我们与罪的距离》，各位有空的话上网去看看，这里面有很多经典的名言。我们与罪的距离，其中有一句名言，我现在先讲出来，也就告诉我们什么？那郑捷有没有在那个捷运杀人？里面有提到他的妈妈讲一句话：谁愿意花了20年养一个杀人犯？我们都认为我们很神洁，郑捷就该死。但相对的，谁愿意花了20年养一个杀人犯？谁不希望他的子女们都是非常的优秀呢？所以告诉我们，我们的堕落是因为什么？我们跟上帝是完全隔绝的。这都让我们说，因为我们受撒旦的引诱，我们本身是罪的，我们都成了罪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自己本身都摇摇欲动的，就去做一些坏事的
本领。我们罪是什么？代表我们在罪里面，除了我们法律所定的罪之外，更告诉我们什么？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有罪的，自私、挑拨、离间、不相信上帝、自以为是。我们有很多的罪都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要知道，说在罪里面下的捆绑，我们里面有没有受到罪的捆绑？基本有时候罪的捆绑让我们不自由，让我觉得很难过，有时候我们得到的平安是那种假平安，就我们人没有事就是平安，就我们赚钱就是平安，真的吗？当你躺在病床的时候，当你奄奄一息的时候，你会告诉我，你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健康就是平安。可是当你健康的时候，你可以做事的时候，你告诉我，财富就是平安。等到你很有钱的时候，你告诉我们，家和就是平安。等孩子开始为你的财产吵架的时候，你开始讲，早知道我就不赚这么多钱。是不是真平安？我们每个人在主里面，我们有没有得到真平安？你看现在，我们为了赚钱，居然把人卖到柬埔寨。如果卖到柬埔寨，还只是单纯的为了让他去诈骗，我就觉得钱的事情就是少掉而已。竟然没有钱，还会卖器官呢？很多去柬埔寨回不来，心脏被割掉，肾被割掉，肝被割掉，这个移植器官呢？那个高大成还介绍说，台湾有些医生去那边手术，一次100万，一个手术100万，一个人身上割了5次的话，就可以一个人就可以赚500万回来。那诈欺集团当然，那些诈骗集团当然赚得更多。可是你会觉得人可以残忍到这种地步吗？把一个人活生生的把他器官全部都割掉。所以告诉你们什么叫真相。这真相告诉你们，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盗贼的。盗贼来是做什么？他会偷窃你啦，会杀害你，会毁害你啦。可是主耶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来是要叫人得到生命，而且得到这个生命是什么？这丰盛的生命。你说主耶稣来就不会得到苦难吗？主耶稣没有说不会得到苦难哦，他告诉我们在世界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人生这么长，我们相信主耶稣会得到一个很充实的人生。人生就是这么一点，你会有苦难，但是什么？主耶稣已经胜过苦难。所以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什么？什么就是盗贼？谁是盗贼？有时候你自己是盗贼，有时候你旁边的人是盗贼，有时候你的自私、你的私欲本身就是盗贼。那么要得到生命，要得到丰盛里面，唯一的是什么？靠主耶稣，因为在主耶稣里面会让我们得到生命。因为我们是一个魔鬼所统治的世界，魔鬼像那个吼狮啊，四处巡游。尤其我们到教堂来的人哦，外面就一大堆魔鬼啊，准备吞噬我们，跟我们讲说：“你去教会干什么？好浪费时间哦！这是你们从山下来的，是不是？好远哦，那么多的时间来到教会，好浪费时间哦。”他会告诉你有很多的事情，所以但是不要忘记，有些人转身就是一辈子，请记住这句话：人生是很短暂的，有人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一次母亲节，所有的小孩都回来，他的妈妈就很喜欢唠叨。我想唠叨这是妈妈的特色。当少女的时候，连讲话都不讲话，温柔、婉约、美丽。可是只要一当妈妈每天叨叨叨叨，每天叨叨叨叨，煮个菜也叨叨叨叨，吃个东西也叨叨叨叨，你都觉得你的妈妈好唠叨，好不容易母亲节来，妈就问老大，你现在事业做得怎么样？你的婚姻做得怎么样？老一的、老二什么？整个在吃饭的时候唠叨了老半天。他们小孩子都讲说，难得一个母亲节，妈妈你少讲2句话好不好？我不趁着母亲节你们回来跟你们讲，你们都忘掉，重复又讲一次，刚好当那哒滴哒哒滴，就是看到那个垃圾车来，他们想说妈妈好唠叨，妈妈你去倒垃圾了，你去倒垃圾了。妈妈说我讲的话你们要记住啊，你赶快去倒垃圾啊。结果妈妈一出去倒垃圾，突然，因为在倒垃圾的要穿越那个马路，一穿越马路，突然一辆车来把他妈妈撞死掉。是不是你听到以后？
等到告别式完，4个子女都讲说，奇怪，没有妈妈的唠叨，好像少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多希望能让听到妈妈的唠叨。有时候我们讲唠叨就是转身就一辈子。有一个人，那个女人非常漂亮，她的妈妈认为她一定会嫁给豪门，嫁给那个富豪。结果那女孩子竟然选了一个还没有职业的那个臭小子。她的爸爸一听到就很生气，她妈妈一听到就生气，说绝对不准嫁给他。他说我就是要嫁给他，但是如果你嫁给他的话，我不但不参加你的婚礼，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那女儿说断绝就断绝吧，就去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啊，他的妈妈就不跟他联络，气死我了！这么多人来提亲，你竟然嫁给他。结果他们2个去度蜜月，在度蜜月的时候发生船难，他的女儿死掉。他突然愣在那边，我当时为什么阻止他们？我跟我女儿断绝母女关系之后，她死掉，转身就是一辈子。你在你的唠叨之中，你会不会觉得你的遗憾？我们有时候看到忙忙碌碌在你的事业上，我每天都忙碌，我就答应我的太太说，我一定带你环游世界，我带你坐邮轮，我带你去最好的地方玩。你不是很喜欢去日本吗？你不是很喜欢去欧洲吗？我一定带你去玩。等我事业有成，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带你去玩。但是不要忘记，等你退休的时候，你的老伴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你的手握着你的老伴，醒过来吧，醒过来吧，我带你去世界玩。各位都不要忘记，我们都以为我们会活一辈子，但我们一辈子实在是太短了。这是刘霞所写的故事，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是最后这个故事。一个91岁的老农民，但是好几十年前，老农民大家都知道会帮他庆生啊，庆生以后都会吹蜡烛，在吹蜡烛的时候，他们就问这个老农民说：“老伯伯，老伯伯，啊，吹蜡烛啊，你可不可以许愿？”这老伯伯就突然愣住在那边，等眼睛张开，所有的人就看着这个老伯伯。老伯伯，老伯伯，你有没有许愿？你许什么愿？可以讲吗？我40岁的时候，大陆在动乱。我的妈妈就托隔壁的邻居在当兵的哥哥带我去当兵。妈妈说当兵就可以到台湾去。那时候呢，部队准备移防到台湾来，我穿着军服，背着一把枪，枪还比我的身体身高更重。我穿着军服到部队的时候，我妈妈就站在路口，看到部队过来，我妈妈就冲过来，想说我要到台湾去，她要抱我。我是革命军人呢，怎么能够踉枪，就挺直了腰杆跟我妈妈讲，我是军人，不能抱我。他那个小名叫小伢子，我说小伢子，那妈妈抱一次吧，你要去台湾了。不行，我是革命军人。之后他到台湾来，8、90，已经经过好几十年，到他91岁。我告诉各位，我的志愿只有一项，我多希望我的妈妈抱我一次，再叫我一声小伢子。告诉你们真相，这个真相就是你只有信主耶稣才可以得到平安，你要把握住信主耶稣的时刻，你才可以得救了。这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们来要信上帝真好，因为你们可以得救，你们要把握机会啊！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把握机会，要信主耶稣，让你得到心里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要知道，信主耶稣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最大的祝福就是什么呢？你信主耶稣。阿门。
们一同起立来唱回应诗。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我们用我们的一生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主耶稣，感谢你。我们真相大白了，我们知道，只要依靠主耶稣，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依靠主耶稣，我们心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平安。我们一生之中的道路有坎坷，我们一生中有无数的苦难，我们唯有依靠主耶稣，让我们帮忙我们，背着我们走过这些苦难，我们心里会得到安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持续站立，以恭敬的心来奉献。我们一起唱新圣诗303首。
请坐。报告。在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金句2次，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请。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下礼拜主日圣工轮值的同工，请预备心。让我们一起来看周报里面的消息报告。第一点就是大家一起看那个周报里面，就是在9月开始，台语跟华语2堂改为1场礼拜，然后时间是在10点开始，然后礼拜会后会有小组的分享，分成2类，一类是造就小组，一类是福音小组。那就请大家在后面的布告栏来填写。那今天礼拜后，就是台语礼拜之后，在4楼有幸福小组的最后1堂课，就欢迎有空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参加。好，那我们来看第3点，金声奖学金申请到9月4号截止，然后如果有合乎资格的学生，就请交成绩单给叶长老。那第4点，下周日就是8月28号，有升级式的礼拜，然后如果是有升国中、升国小、升高中，还有升大学的学生，可以一起来参加跟出席。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公祷，为着就是陈月钗姐妹的母亲来代祷，然后也为教会中间的弟兄姐妹来代祷。那第3点就是我们为周家、为严家来代祷，我们一起起立来公祷。父神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感谢你，主圣灵求你帮助我们，也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道路上能够行你所看为正、看为义的事情。主，我们将我们的会友交托在主你面前，主生病的主你就医治，主心中缺乏平安的主你就赐平安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特别将陈月钗姐妹的一家人交托在主你手中，主他们有苦难有哀伤，主求你就扶持他们，求你赐平安在他们的心里，好叫他们得着力量。主，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所提出或是没有提出来的都摆放在主你面前，主你求你看顾保守跟带领。谢谢主，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会友都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你看顾。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持续站立来唱颂龙诗歌，在新圣诗392首唱完，我们请蔡长老来祝祷。天上万军也在
之民，同心赞美父子圣灵。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耶稣是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导、帮助、带领着你们一生一世都主跟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请做默祷。我们可以向周遭的会友一起来行平安礼。